學仔，大家好，我係充滿住愛嘅心心啊，可唔可以畀個愛心手勢我睇下先啊？深深感受到每位同學滿滿嘅愛啦。我所代表嘅價值觀係尊重、恩愛、同理心、孝親同團結。英文係 meaningful relationship。我對每個人都抱有尊重，除咗基本嘅禮儀之外，當其他人同我有唔同嘅意見嘅時候，我會細心聆聽佢哋嘅諗法。當同學需要幫助嘅時候，我會義不容辭咁伸出援手，理解同埋嘗試企喺佢哋嘅角度思考。除咗對同學之外，我亦都會珍惜同關心我嘅家人。最後，我樂於同其他人一齊合作完成任務，因為只有團結合作，先至可以實現更大嘅目標。同學仔，如果細心留意，我手上有一個氣球，呢個氣球唔係普通嘅氣球，係一個充滿愛嘅魔法氣球。而家我一放手，愛就會好似氣球咁飛到每一個同學仔嘅心入面。希望大家都感受到呢一份嘅愛。等我哋一齊打造一個充滿愛同關懷嘅馬場。哇哇哇，好重啊，好重啊，係咪到我啦？大家好，我係成成，認住我肩膀上嘅擔挑啦。我係代表住國民、承擔同埋誠信，英文係 obligation。作為一隻有擔當嘅馬仔，我肩膀上嘅擔挑，除咗裝住學生嘅基本責任之外，仲有主動承擔嘅義務，譬如幫手喺課室維持規矩。不如講個秘密俾大家知，你哋唔好同其他人講啊。我有時都會犯錯㗎，不過當我做錯事嘅時候，我會勇於承認錯誤，勇於承擔後果，同埋積極改過。希望大家都好似我一樣，勇敢咁樣承擔責任，成為一個更好嘅自己。呵呵，大家好啊，我係玲玲，代表住基督教教育，英文係 spirituality。喺介紹我嘅專屬工具之前，就等我玲玲先同大家分享一節經文啦。喺馬太福音22章37至40節，耶穌對他說：你要盡心、盡性、盡意愛主你的上帝，這是最大的，且是第一條誡命。第二條也如此，就是要愛鄰如己。這兩條誡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書的總綱。呢節經文提醒咗我，愛神係要發自內心嘅奉獻㗎。事不宜遲，係時候介紹我嘅專屬工具。我手上嘅十字架時刻提醒我，耶穌為世人犧牲。我要效法耶穌呢種無條件嘅愛，愛人如己。希望各位同學你都可以同我一樣愛神愛人啦。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係卓卓。今日我好高興第一次見到大家。我係一隻充滿活力嘅小馬。我個名係源於卓越兩個字，象徵住我對卓越嘅無限追求。我代表嘅價值觀係堅毅同埋勤勞，英文代表 mental resilience。我成日好勤力咁做嘢，勇於面對挑戰，無論遇到啲咩困難，我都唔會輕言放棄，始終相信有努力就一定會有回報。希望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咁，喺學習同埋活動之中都追求卓越，保持勤奮。希望大家能夠同我一齊努力追求自己嘅夢想，成就更好嘅自己。哇！禮堂好多同學坐定定喺度聽來年嘅 V 校園計劃介紹啊！我都好好奇計劃嘅詳情究竟係點樣？差啲唔記得同大家介紹，我係琪琪，代表嘅價值觀係好奇心同埋創新精神。英文嘅意思係 pioneering。我充滿好奇心，總係對周圍嘅事物充滿探索嘅熱情。無論係自然現象定係新技術，我都會用我戴住嘅智能眼鏡，以獨特嘅視覺去發現其中嘅奧秘。
我嘅創新精神驅使住我不斷嘗試新事物，勇於提出新想法，並勇敢咁將佢哋付諸實踐。只要擁有好奇心，先至可以打破常規，發現更多嘅可能性。希望大家同我一齊勇於探索，激發創意，等我哋一齊開創更精彩嘅未來啦！各位同學坐好未呢？我係充滿自律精神嘅律律，代表嘅價值觀係責任感同埋守法。英文嘅意思咧係 self-discipline。我深知道守法同自我約束嘅重要性，無論係喺學校定係生活中，我始終堅持遵守規則，展現強烈嘅責任感。我手上攞住嘅係一個無聲哨子，自律同責任感驅使我手指吹響佢之前，做出適當嘅行為。我相信通過自律同節制，我哋先至能夠實踐自己嘅目標，成為更好嘅自己。我鼓勵大家喺生活當中做出明智嘅選擇，尊重他人，並為自己嘅責任同行為負責任。